珍多勞博士喺研究新核能上面有驚人發現，於是成為克拉姆軍嘅老劫目標。好在珍多勞博士機警喺危急關頭及時同佢孫女美莉走甩咗，匿埋喺 M13人造星嘅野生動物保護區裏邊，並且向哥里拉戰隊求救。而哥里拉戰隊喺接到消息之後，亦馬上全體出動。但係克拉姆軍屬下嘅黑閃電敢死隊已經搶先一步嚟到 M13號星，馬上就要對珍多勞博士採取行動。決戰黑閃電敢死隊下集。珍多勞匿埋喺第3號管理站後邊懸崖上邊，第1小隊同第2小隊喺崖邊埋伏，負責向由嗰邊飛嚟嘅聯邦部隊攻擊，阻截佢哋嘅行動。好啦，其餘嘅人跟住我直接去包圍第3號管理站，仲有如果啲野獸阻住嘅話就殺晒佢哋。珍多勞見到一定會好心痛噶啦，喐手！呢班咁嘅衰人，竟然殘殺啲動物！哥里拉，點解咁耐仲未到嘅？呢支雷射密林超輕量來福槍好犀利喎！點解咁嘅？太殘忍啦！呢度係保護區嚟㗎，佢哋咁樣做太過分啦！係克拉姆軍嘅飛行戰隊啊！佢哋去咗隊長嗰邊喎，咁點算好啊？弊啦，咁我哋咪冇辦法同隊長會合咯，咁落去唔掂㗎。只要過咗呢個峽谷，就會去到第3號管理站後邊嗰個懸崖㗎啦。博士喺嗰度等緊我哋㗎。咪啦！有敵人埋伏喎，唔好硬拼，散開！哎呀！呢班衰人釘到實添，而家唯有希望米積神同比貝菲冇事啦。比貝菲，你要瞓幾耐？快啲起身啦！哎呀，有冇咁黑仔嘅？
哎呀弊啦！師奶姑嘅推出嚟，中個彈而家唔喐得喎，我要盡快整翻佢至得啦。不過睇嚟唔係咁易可以搞掂，希望敵人唔好咁快嚟就好啦。比貝菲終於肯起身啦！乜你唔知外邊周圍都係敵人咩？嗱，乜你仲瞓得着啊？唉，好彩唔係打中要害，仲有得救啫。比貝菲啊，你一向整機好叻噶，快脆啲搞掂佢啦！米之神，你嗰邊情況點啊？師奶姑中咗彈，而家喐唔到啊！比貝菲喺度搶修緊，不過應該好快就會整翻噶啦，你放心啦。係啊，好彩仲可以整啫。不過要快手啲，如果唔係嘅，你哋分分鐘會變燒豬嘅。隊長好嘛，又見面啦。不過情況好差噃，睇嚟有排未會入到啊。你而家喺邊啊？我哋喺第3號管理站附近東北偏北嘅地方。同沙希斯一齊。